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对着中央一例一休的政策，议员蔡洪全直接指出，这是一项三输的政策，不但无够周全，而且立法的过程也上过急。然后提出消费者物价指数、甲各行业工厂设立停工的资料来点出问题，希望中央会当听到人民的心声，也希望地方政府会当提前应对。这是全国性的啦，但是我想那你这个所在要讲出这个的，代表说这个政策确实冲击不止全国性，也冲击到我们台南市。那我们也希望说台南市的各局处相关的首长能够先未雨绸缪，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中央能够从善如流啦。其实很多立委可能无想要得失中央，有的立委私底下咧甲问伊嘛是讲对啊，真正冲击大，讲到对人拢欢迎，但是他们要公开跟中央直接建言的立委又不多，所以那希望讲连全院长能够听到声音啦，市长赖清德表示，伊也认同议员的看法，而目前也已经有立委针对一例一休的政策来提案修法，未来将需要去调野协商做伙来解决。民进党现主是执政爱承担嘛，莫去批评讲，迄个时阵国民党、在野党也是时代力量颠倒下较济力，颠倒搁较歹实施，咱也莫去讲即款话啦。国民党也好，时代力量这个在野党，也莫讲因为现主是民进党是执政，好啊，你家己爱去担，也无爱斗解决。我感觉讲安尼也无好啦。咱若就达到咱讨论的，迄个生态甲发展爱兼顾，调野大家合作，为劳工也为台湾的经济开辟一个较好的空间。另外，议员指出，在民国83年12月公告的《大法官解释房屋税法》甲土地法第147条以及187条内容有冲突，本地应该检讨修正，但经过20多天，行政甲立法依然无修法，造成房屋税调整课税欠缺正当性，才引发争议。但是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台南大学生态甲环境资源学系日前对城西湿地进行水质第二的检测，发现12处采用的带奥辛量超过下限。议员郭成华认为，环保局对此拢无对外有任何说明，建议环保局对着超标的情形拟定整治计划，并对早污染源头。今仔日伊快筛伊的情形安那？应该咱环保局伫第一时间的时阵，应该咱来对外去讲清楚，咱嘛爱有一个动作，就是针对因遐个点，因认为讲这戴奥辛已经超标，咱嘛是爱启动咱环保局的指数嘛，该因若有即个超标的时阵，咱嘛是爱去拟定即个整治计划出来嘛，即个污染源是到底是对受传病院这边只留意出去的，还是讲对中石化这边只留意出来一个？咱嘛是爱一个揪根到底嘛，咱嘛袂当讲我家放伫遐哩不稳不稳嘛，环保局强调，检验数据是超过标准的下限，而针对这部分，也会请台港各家公园进一步做检验的动作。快筛是一种参考的价值，但是当然要依照行政处置的行政依法办理。事实上，我们已经我们也要求，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国家公园管理处管辖的单位，所以我们请台江国家公园，希望2个月之内那边超标的那几个点，它所谓超标，我也跟议员报告，它是超过我们的下限值，没有超过我们的上限值。那下限值超过上限值是加强监测，法规的标准是安尼啦，所以这部分我拢一直咧。一步一步开始咧做，阮会请台江国家公园讲，
建柜店啊，咱要用标准方法来做。针对日前安南区城西农地遭受输液废弃物污染的事件，议员也要求环保局督促地主甲厂商赶紧清除，避免污染继续扩大。但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透过三官学的合作，淡市伫今年3月份率先伫永康晋南5街设置路边智慧停车收费系统。交通局也表示，未来将扩大区域，增加2000个停车位。对此，议员陈秋平指出，现在收费员就算出亏也袂保人，未来若是无需要靠人工开单，那安尼将会影响到收费员的工作权益。当我们在推动这一些智慧停车收费的自动化，当然我会引用我们的收费员他的工作权益呢。阿里家我在跟你讲好，我要跟你说，热点的地方还是讲人员无的所在，我们可以先设置我强烈要求保障收费员的工作权益。安尼好不好？是，这没问题。自2013年开始，市府已推动6条公车干线，后续也芯片保安、关闭甲摩道转运站，往公车这文化的目标迈进。而为着实现台南市成为低碳城市的愿景，议员也督促交通局赶紧让电动巴士对上脚步。因为咱的公车业者伊若要买这巴士，是毋是呢？咱拢有甲补助。要补助的当中的是甲你建议你们跟他做个沟通，做个协调，是不是呢？尽量会当用电动巴士，这样子才能打造我们市长所想要的一个绿能的一个城市，智慧城市。同时，议员也建议将市府家己开发的观光旅游 APP 资讯放伫公车转运站，也就是公车的扛棒顶面，让旅客更加方便使用。但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深受学生喜爱的宠物产业，为了满满的人潮，另外伫咧知名的美发业者单位，邀这学生来试看卖，甚至有机职合作的学生伫咧现场就展现手艺。一寡学生拢来参观一年一度2017台南市机职博览会。参观无共款的学校、无共款的科系，因的专业展现甲特色，希望让学生会当开发家己兴趣，引发家己学习的动力，这也是基职教育上界大优势。所以有些学生念到大学，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就念研究所，研究所毕业再去念博士班，然后博士班毕业之后又开始还漏，学用落差非常严重。但是你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可以免去这样的问题。你走技职教育，并不是跟普通大学的硕博士班就脱轨了，就绝缘哦，不是。你去念，好比说念我们台南高工，然后来念南台科技大学，你想要去念成大也可以啊，念硕博士也可以啊。未来这个都是接轨的所以念这个技职教育有许许多多的好处我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在技职博览会的时候跟各位同学做这样的报告。台南市的各项技术职业教育已经愈来愈多元化，这也要感谢辛苦的教育人员。市长除了颁奖慰劳因，也希望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拢会当来看卖这盛大的台南市技职博览会，来找找家己兴趣的所在。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为响应世界无分日，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特别选伫今日举行解封活动，现场是相当热闹，真侪民众拢共同响应。院方表示，一般卫生教育通常无多吸引食薰的民众，所以邀请画家结合台湾特色甲民俗传说，将四大毒害彩绘伫西华南街外墙，相当特别。借由这样子的艺术家把它呈现这个整个过程出来，让大家更可以体会到其实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无烟的环境，要戒烟是需要一个团队专业团队的合作，那同时也需要很多过来人的分享来协助这样能够而且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的这些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借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希望说能够引发大家能够
可以找寻更好的这些支持这些专业团队能够协助，然后我们一同来维护这样子一个无烟的一个环境。婚的危害是相当大，真侪人习惯食薰来释放压力。如果无高度抑制，戒薰是相当困难。所以卫生福利部但病嘛表示，适当的鼓励戒薰民众，并且透过医疗院所协助，相信戒薰就袂遮尔困难。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这种无同款风味、无同款口感的沙拉，总共有8种。这寡拢是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学生因参加选过训练计划成果，应用一半时间做工课，一半时间读册的方式，学习餐饮相关的食物甲课程。这寡丰富的沙拉创作，因运用到这种的在地食材，对菜单的设计、制作到新品完成，拢相当的水。也展现出因4年来辛苦学习的成效。他们就是高中毕业来读2天，然后4天在工作啊。其实他们是真的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那这样的训练其实是最扎实的。那从他们毕业后，他们的就业率几乎除了其他因素啊，几乎100%都在。很好的5星级饭店都把它留任，有的甚至要创业，有2个创业，还有到大陆要创业，所以这个，然后各位可以从现场看到他们的成果非常的技艺，非常的精湛。那其实他们也比赛都得到很好的奖项，这个其实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一条路。参加这届计划14位毕业生，有高达10个人留伫咧原本的服务单位，转做正职继续做工课。另外4位学生也有转换职场，甚至创业的规划。这寡学生的能力，无论是餐点的制作，或者是创意设计，或者是饮料的调配，拢备受业界肯定。良好的成效也显示出选过训练计划成功。台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每当由亚洲参与毕业生所策划毕业成果展，今年以美食、乡食、感恩乡的为主题，利用在地食材品尝食物原本的滋味，强调食品安全，无浪费食材。今年嘛准备了中西日3大料理，以及节甜点，各带50道菜色。虽然这拢是学生的作品，但是嘛，互现场的民众甲贵宾拢学了甲一半加一半品尝。今天的所有的菜色都是由3年级的学生来做一个制作。那我们在餐饮的部分。还有观光的部分，那观光科就是负责现场的所有服勤，那餐饮科的部分呢，就是负责现场所有餐点。那餐点的部分有包含这个中餐、西餐、日式料理，还有烘焙，然后饮料调制的部分。校长嘛肯定基职教育的成果，拢会当伫毕业展当中看见，嘛肯定基职教育对学生的帮助。让大家看到，他们这3年来，他学到的绝对不只是烹调的技术而已，他们还学到了很多管理方面的东西，包含
你符合的行销符合的美化布置等等的预算的控制等等的，它都必须要能够怎么样，能够了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技职教育其实才是学生适性学习发展最好的一个管道。校方表示，新歌店同时嘛是一般的教育验收，希望学生除了做出美味的料理以外，还重视应该有的品质，才当成一个优秀的料理人。但新闻古博义采分布的。中营路中举办年度学习成果发表会，今年以璀璨幸福为主题，各科比手艺、比创意，尤其美容科加流行造型科的动态展演，学生设计天使加精灵为主，打造节节造型，相当吸引人，充分展现整体造型功力。同学们结合他们的技术，在2年前，我们从综合型的高中全面转型为技术型的高中，希望能跟产业界链接，培育出一毕业就能够就业的技职型的人才。那同时，我们学校也荣获教育部的美感实验学校。我们把美融入各科，希望借助美，让同学们能够说好话、做好事。所表现出来的不单纯只有技术上的技艺，也能够借由他们的作品把美所呈现出来，希望他们把美散播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营路中璀璨幸福成果展，和学生透过成果发表，展示各科的学习成果，展出各科的动静态成果，包括电子项目科展出专题制作，多媒体科学生嘛设计出平面加数位影音作品，邮报科展出各种手工打造的教具，每一项展出拢相当有看头。嘛，大家看见中营路中对综合高中转型为技术性高中的转变加进步。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